我明天就带你去见赵医生，让他帮你恢复记忆。石墨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才发现，我一直在抗拒对你的感情。如果不是你变成这样，我还不知道，其实我是爱你的。对，一开始你处处针对我，我真的很讨厌你。但是相处久了之后，我发现，其实你这个人也挺可爱的。也许我们俩不是一见钟情，但却是日久生情。石墨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恢复记忆的。早点让真凶伏法，你也可以早点脱离危险。这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嘛？石墨，你是车祸之后失忆的，所以我觉得要让你恢复记忆，必须重现车祸现场，可以刺激你的大脑皮层。我拜托你赶紧把它关了，行吗？你现在是赤裸裸对我的精神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大声，大声，大声！哎，我求你快点关上吧，快受不了了。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还有第二套方案。石墨，我认真研究了上百部经典韩剧，男主失忆后恢复记忆大多靠重击，所以我现在要用这个烟灰缸猛烈地拍击你的头部，希望可以恢复记忆。我来了。郝祖明，你个二货，给我停下！你恢复记忆了？石墨，你恢复记忆了？我是被你吓的。哦。这是宋三水的交易记录，迟墨父亲的死和爸爸有关。迟墨，我记得你晕血，希望你见血之后可以恢复记忆。郝聪明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聪明，你先把刀放下行吗？喂，你把刀放下！我实在是下不去手，倒不是因为怕疼，主要怕留疤。不过迟墨，为了你，豁出去了。喂，白金女，
你没事吧，白衣女？就你这个智商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活到这么大的。你回来了？怎么，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正要报警呢。报警？警察管得了神经病吗？哦，对了，你去给我查一下那个叫郝聪明的女人。我记得她之前假装撞车碰瓷儿来着。她说她认识我，还说……算了，你先去查吧。病人身体其他部位啊没有太大损伤，但是他的头部啊经过猛烈撞击，造成当场昏迷。如果他能清醒过来，还没什么大碍。不过，就是清醒过来以后，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你真的不记得郝聪明了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他是美克拉美的员工，跟我们还有合作。石总，我看你刚从车祸中醒来，脑子可能不太记事儿，要不然先睡吧。给我看紧点儿。为什么要收拾我的东西？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为什么就要让我交接工作？这是池总的吩咐，您的工作将由美克拉美其他员工来完成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们池氏的合作就结束了。池总的吩咐。石墨他现在身体怎么样？他恢复健康了吗？我要见池墨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。宋总助，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进去。韩小姐，你不要逼我。宋总助，你不要逼我。郝小姐是吧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脸待在池氏？我告诉你，识相的，拿着你那些东西赶紧给我走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池总握个手，道个别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情书？还是什么宾馆的房间号啊？郝小姐，你这种姿色，我还是真的难以下手。我果然没看错啊！看来你还真是一个花痴妄想的疯女。郝小姐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，想上位，也要打量一下自己的身价。跟他走。不用拉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池梦，既然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。再见。池墨，宋总助是坏人呐，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呢？你快点恢复记忆吧，一定要捉住真凶啊！当然，你要是能顺带想起我的话，那就更好不过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没想到池墨父亲的死，竟然跟爸爸有关。
我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我终于明白，迟墨他怎么对我都不过分。这些罪证我必须要交给他。可是我把罪证交给了他，我爸爸又该怎么办呢？爸爸年纪都这么大了，我不想看到他有事。不知道迟墨现在怎么样了？难道他真的不记得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了吗？我们一起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儿，到头来，他竟然什么都忘了。哎，聪明，聪明，是。小主最近茶饭不思的，失恋了，你找我韩毅啊？我可是恋爱专家，什么样的事解决不了？韩毅，你说，迟墨他真的把我忘了吗？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人脑子有病，一会儿迟墨，一会儿宋小小。我是不是早就跟你提过，跟他恋爱有风险，投入感情需谨慎？你就是不听。韩毅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啊！小小消失了，迟墨也失忆了，我怎么验证这个关系啊？人家谈个恋爱，好歹有个名分，我连失恋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认识的那个有点二，有点傻，屡战屡败，但又屡败屡战的那个傻姑娘去哪儿了？啊，你要振作起来。老板，对不起，之前我在保险柜发现的那个资料没有亲手交给您，而是相信了宋总助，导致资料缺失了关键的一页。我有负您的重托，请您责罚。金秘书，其实你也不用自责，只能说他藏得太深了，连我都给骗了。做错事情不怕，怕的是无法弥补。我一定会将功赎罪的。先把你的调查报告给我看一下。宋三水这3年来侵吞公款、暗中敛财、拉拢人心，实力实在不容小觑。而且在您车祸以后，他就掌握公司大权，背地里拉拢股东，还偷偷的收购公司股份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既然他想收购公司的股份，从而坐上池氏掌门人的宝座，那咱们就想个办法，让他怎么吞进去的，再让他怎么吐出来。哎，宋总助，最近真是辛苦金秘书了。这段时间公司的事儿比较忙，我看金秘书憔悴了不少嘛。宋总助您还不是一样，不过好在老板已经痊愈了，又可以重新管理池氏，这对你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啊。是啊，只是我看他好像不记得那个叫郝聪明的女孩了。医生之前说过，她的头部受到了撞击，可能会有后遗症。我看是不是还要检查一下？老板已经复查过了，一切正常。那就奇怪了，他跟那个叫郝聪明的女孩在这儿住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呢？之前老板确实压力挺大，也看过心理医生，不过因为车祸好像已经完全康复了。你说这会不会是因祸得福呢？我看不记得倒是一件好事呢。是啊，石墨之前双重人格那病，莫非车祸后把这段时间发生过的事儿都给忘了？宋总助，您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是不是最近太辛苦了？没事。不好意思。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？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股份。宋总助，我这里还有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宋主啊，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
你自己的资历呢，以及手上的股权，现在基本上没有当总裁的资格。就算我们正式支持你，那也不高。你对自己的这些要求呢，我看啊，应该是从长计议。是，您说的我都知道。但是前段时间我听说有人暗中收购大量的股权，如果这批股权能到我手里的话，再加上郑总您的鼎力相助，那么我相信池氏也该改名换姓了。你的意思是想收购这些股权？是的，我联系到了收购股权的人，他也答应把股权转让给我，只不过需要一大笔钱。这一次我赌上了我的全部身家和性命，跟他订了转让合同。这样一来，我跟池墨的股份就差不多持平了。到时候再加上郑总您跟其他股东的支持的话，我可以支持你，但事成之后我要分割池氏的股份。如果没有回报的话，我是不会投资的。哦，忘了说了，我那个表弟一直追查我姨父的车祸真相。如果这股脏水泼在您的身上，他应该不会放过您吧？你，所以说，我们两个互相彼此合作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我身边敢先养了一只狼，给我滚出去！哦，对了，郑总，其实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您可以放心。只不过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。咱们到时候股东大会上见。关于现任总裁的健康状况，近期流言纷纷，让池氏集团再现舆论中心。而且我们几大股东对于现任总裁一连串的失误感到十分失望，所以根据公司章程，我们决定重新票选公司总裁。各位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我们的总裁一直没有出现，最近时期的工作都是由我们宋总助在执行代理总裁的职务。我个人非常看好他，所以我提议由宋总助来出任我们新任总裁。啊，其实啊，表弟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资历太浅。哎，宋总助，你就不必谦虚了。总之，我们几位大股东都是支持你的。对，那么新任的总裁是要经过票选的，那咱们就按照老规矩，以股权的份额决定票数。我先来投吧，我这一票投给宋总助。我第二票也投给宋总助。只要郑家再投我一票，其他那些小股东的票数加起来也不会超过我。看来今天董事长的位置非我莫属。有件事情我得打断大家一下，因为宋总助的股份不足，所以他没有资格参与董事长的票选。这不可能！我刚刚收购了池氏7%的股份。你自己看看。那些股份无效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对啊！喂，不是已经谈好了股份的事情吗？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拿下股份。既然这样，那今天选举新任总裁的提案呢，就取消了啊。郑老板，郑总，宋总助，有什么话不妨直接说吧。我现在有事，得赶快正式公司。行，郑总，
咱俩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你得帮我。对不起，我还不能。盛总，莫非您是贵人多忘事？你可别忘了，在我手里可还掌握着那些见不得人的资料呢。刀疤死了，公文包也下落不明，就凭你手上资料，还有什么能要挟我呀？如果我是宋祖柱的话，我不会纠缠这些，我会想想好好怎么回去逃命。难道你真的想下半辈子在这监狱里度过？这是什么？你看看吧。对，这是我爸爸收集所有宋三水的犯罪证据，但有了这些证据，一定将他绳之于法。我不是很能理解，为什么你现在把这份资料交给我？我想帮你。对，这件事情是我爸爸不对，但他只是串通你表哥盗取商业机密，并没有要害死你父亲的意思。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希望事成之后，你不要追究我爸爸的责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答应的。宝珠，之前我对你的态度，谢谢了。妈，这些资料我已经交给警察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来看待。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他。妈，真没想到，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不好了，老板，证据已经交给警方了，只不过我们晚到了一步，宋总柱那边已经人去楼空了。看来表哥早就料到了。老板已经查清楚了，宋总柱逃走当天，有人看到他和郑总在门口发生了争执，我想应该是郑总透露了消息。他做贼心虚，现在表哥逃了也正合他意，他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哦，对了，金秘书，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了。等这件事儿处理完之后，公司运转恢复了正常，我给你放个长假，到时候你也出去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谢谢老板。哦，对了，金秘书，老板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您是不是想问池氏和美克拉美的合作进度？对，最近我事情太多了，所以也没太关注这件事儿。我昨天已经去过美克拉美了，在设计部碰见了郝小姐。听说她最近化悲痛为力量，设计出了2款非常受欢迎的新品，叫惹火和纯情，而且定在11月11号上市。她最近应该都在忙发布会，会很忙的。是吗？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我也活得很好嘛，这都开上发布会了。池总，郝小姐，我有事要跟你谈谈。既然池总已经不认识我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虽然说不认识，但是郝小姐相信一见钟情吗？自从上次咱们分开，我发现我的生活中到处都是你的影子。我看电影的时候，你就是电影中的女主角；我买画的时候，你就是画中的小公主；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会惦记着你，甚至我做梦的时候，我都会。你根本就在骗我，你根本就没有失忆，对不对？
迟墨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的盘中菜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不是可以随便让你耍着玩的。聪明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不用解释了，我不想听。我是有苦衷的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无条件投降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权力减半，义务加倍，好不好？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你想一想，其实我也挺难的，这已经是我第3次爱上你了。第1次和你撞车的迟总。你不要吵了。第2次和你一见钟情的宋小小。这是第3次。你看看我，我是全新的迟墨，我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特别想做你最爱的人和你最不想离开的人。聪明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聪明。对不起，我也失忆了。你刚说的那些什么，我根本就不记得。我拜托你不要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就告白，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像神经病。